小说啊、诗歌啊、散文啊，那个几乎什么都看了，没有什么不看。那么喜欢看文字嘛。有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厉害，不是他们那个文字很厉害，是他们有的时候通过那个小说。我比较喜欢小说比较多，因为影响性比较大。你这十几年前开始，香港的情况变化很大，所以毕竟是以前也开始关注中国大陆一些事情。那你关注中国大陆的事情，不可能都通过小说作品来了解，但是当时这个很有意思了。我十几年前看过那作品，现在我以前是看大陆版。后来发现桂冠找得出。这个作品对我们我的香港看起来很有关系了。他这个系的作家卡山杂基就是一个很出名一个希腊的一个作家，他里面谈的。就是说，他希腊是给头一次统治500年，希腊的人要反抗，这个就是写一个希腊的一个反抗分子，就是反抗他统治希腊，这写的很有气派。所以你看，香港跟他是不是有一点关的？中国大陆跟台湾一样，包括香港，传统那个文化观念还是保留得很严重。有没有真正好好去反思？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武戏几年武戏，变成是一个可能一个批判的。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反思，是批判的。那如果是一个本身就很传统的话，他会接受这种批判的一个指令吗？这说明本身就是中港台都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地方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会很想把香港收回去，这个是真的。现在已经动手。我看不见，因为你香港也不可能反抗，怎么反抗？很多年轻人你给打死，你没枪没炮就反抗。所以我的看法是，最好的反抗是先离开，在外面反抗。我现在开书店也是反抗。我开书店，因为我发现台湾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想通过一些书本有一个地方跟来购书的一些台湾朋友可以聊，谈这一块，就注意台湾是不是探讨台湾本身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？你心中有数啊。比方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做这块嘛，只是这种工作是很长的，不是5年10年的时间。你了解这个，可能你认为对的，还有更有趣的话，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不会没事情做的。比方我们也知道香港，如果从这个刚才我很简单跟你谈这个里面的原因，我们知道往后是怎么走。当然了，有一个地方可以反抗，我们会担心这边不安全吗？然后是不是一方面我们可以反抗，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好好保护台湾？他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，那我有什么好怕？是他们本身就不对呀。一个没做过什么事情的人有什么好怕？其实从头到尾跟勇气没有关系的，是不是有勇气没有关系的？我又怕死啊，对吗？但有的时候我会不怕死的，比方我可能看见有人淹水，我可能不懂游泳啊，我会跳下去救他。那个时候很有勇敢。
我只是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他们不对。你不对我有什么好怕？跟勇气没有关系，其实这边很好啊，为什么要回去啊？我回去最后就是给他带走而已嘛，我可以做什么？这边有很多工作要做啊。你不要以为其实都我现在那个观念，我的看法就是一个地方是不重要的。我谈了好多次，你才重要的。啊，你不认同这个统治者，你要反攻他，是不是首先要保护你自己嘛？你都给他打到不能动了，你怎么反抗？你离开这个地方才反攻他嘛，这个才是反抗。你给他害死，你去反抗嘛？很笨。一个地方是不重要的，你才重要，因为你除了做这些事情，往后你有很长的一个人生要过。比方你自己那个诉求，你追求什么，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？这个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，不是那个地方对你重要，你才重要。